以下落嚟係讀經嘅時間。今日講到嘅經文係記載喺馬太福音5章第1至到第16節。咁我哋可以翻開教會嘅聖經喺新約嘅部分第7頁。咁我想以啟應嘅方式呢，我哋去讀出呢一段嘅經文。咁首先由我讀出，咁而最後一節呢，我哋一齊同讀。耶穌看見這一群人，就上了山，坐下後，門徒到他跟前來。心靈貧窮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謙和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承受土地。憐憫人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蒙憐憫。誠心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見神。締造和平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為義受迫害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人若因我辱罵你們、迫害你們、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，你們就有福了。要歡喜快樂，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很多的。在你們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這樣迫害他們。你們是地上的鹽，鹽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鹹呢？它不再有用，只好被丟在外面，任人踐踏。你們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。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燈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們的光也要這樣照在人前，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也要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。今日為我哋證道嘅呢就係梁子雍牧師。咁牧師呢將會呢承接上一次登山寶訓嘅題目，約定愛你第二講，陪我一起。弟兄姊妹早晨，可能我哋中間有啲人問牧師，你嘅解經同我過往所聽嘅唔係好一樣。當我思想嘅時候，其實我都湧起一陣嘅愧疚，就係點解我咁遲先至睇得明？或許我哋過往所聽嘅咧，講嘅人好想帶着循序漸進，着重嘅好多時候係行為同教導，側重嘅係個人。我同大家分享嘅裏邊咧，個重心係好唔一樣嘅。諗翻你決志祈禱嘅時候，強調嘅係乜嘢？唔係你做到啊，係你肯聽，係關係嚟嘅。你決志嘅時間就進入祈禱當中，係關係嚟嘅。敬拜其實正正係關係，認罪都係關係。以至你同我嚟緊嘅年日，所謂跟從主，都係講關係，而唔係你同我做得幾好。呢頭做好，其實後邊有千瘡百孔。不過呢一個唔係最關鍵，你同我要注目嘅。我哋睇聖經嘅時間，好多時候陷到一個情況就係
喂，其實邊一個係聖經嘅作者咯？係神啊嘛，係咪啊？唔係你同我啊。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去解釋聖經，我哋係閉環嘅解經嘅意思係乜嘢？單節、單段，邊個話㗎？變咗你係作者嘅？成部聖經每一段每一節都係神係作者嘅，係嗰一位跨代永活嘅上帝。整部嘅聖經都係佢對我哋嘅說話，以致叫你同我睇上佢臨在喺中間。但係好多時候我睇聖經咧，唔理舊約，唔理整個段落嘅經文，就好似呢度嘅經文裏邊，你同我要明白，其實係需要明白整個登山寶訓嘅，亦都叫我哋唔睇上文，甚至去到一個地步咧，係主客顛倒。嗱，盼望我哋能夠更加睇重嘅，我常常鼓勵弟兄姊妹，你首先揸翻本實體聖經先，而唔係單單聽講員去講呢段就停留喺中間。唯有咁，我哋先認識呢個永活嘅上帝。唯有咁，我哋先認識所謂聖經嘅權威，唔係某啲嘅規條，而係神自己，係整個嘅聖經裏邊呈現佢嘅自己，哪怕淨係登山寶訓嗰裏邊所呈現嘅呢一個系列講登山寶訓，其實我係用咗好多年嘅時間，先至稍微睇到多啲。我都好盼望喺中間能夠有多嘅實踐，知係其一，上帝係想我哋去更加經歷佢，呢個先至係更加寶貴。求神都幫助我哋，我哋先一齊有個祈禱啊！天父上帝，生命係奧妙精奇，超越我哋嘅眼界。我哋卻係犯罪，遠離咗你。你冇丟棄我哋，你以智慧權能預備咗救恩。求你光照引導我哋，踏上一個蒙愛、能夠榮耀上主嘅路上，見證高舉主你自己。聽我哋嘅同心祈禱，奉耶穌聖名祈求，阿門。我想大家先睇兩段嘅經文。其實就正如剛才所講，如果睇登山寶訓，其實好需要我哋首先去睇舊約嘅。我想同大家睇嘅係《申命記》嘅第18章，《申命記》嘅第18章，如果頁數嘅係263面，18章嘅裏邊18節，上帝一早已經應許而咁樣嚟到去吩咐。喺18章嘅18節，佢點樣講？我必在他們弟兄中給他們興起一位先知像你，我要將當說的話放在他口裏，他要將我一切所吩咐的都告訴他們。上禮拜同大家嚟到分享嘅就係嗰位應許嚟嘅耶和華嘅神嘅兒子啊，就如摩西一樣，佢如同君王去管治，如若一個先知做一個代言，以至佢嗰個地步喺會幕個裏邊嚟到去朝拜建構呢個會幕。三個職份，整個聖經歷史裏邊唯獨摩西兼任君王、先知，甚至還高於
亞倫祭司。如果有留意上個禮拜我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主受試探嘅時候，嗰3個回覆都係出自邊段啊？申命記。主耶穌想講咩啊？你知唔知我係邊個？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啊？我係要遵行神嘅旨意所應許嚟嘅先知啊！哪怕魔鬼你咁樣去試探，我矢志不改，為要係擁抱一班神嘅選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同我再翻開另一段嘅聖經，就係以賽亞書，以賽亞書嘅第9章。第9章嘅第2節，正正就喺中間，係登山寶訓之前嘅一章，第4章嘅第12節裏邊描述嗰個大光。佢講嘅大光係乜嘢？係外邦人居住嘅加利利地得榮耀。呢個正正係今日我同你一同去睇登山寶訓呢一段嘅經文嘅裏邊，喺呢個加利利地嘅裏邊。然之後喺創世書嘅第9章去到第6、第7節，我哋一齊讀好嗎？以賽亞書嘅第9章第6至到第7節，準備請。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，有一子賜給我們，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。他名稱為奇妙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。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，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，從今直到永遠。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。我同大家提到有一子賜給我們，就係我哋所謂紀念耶穌基督降生。喂，彷彿好短暫，甚至喺福音書裏邊冇特別去嚟到再多記載嘅時間。然而喺經文呢2節嘅裏邊，係要展現俾你同我睇，究竟係主耶穌在世嘅時間已經係咁樣作，還是係好多人以為耶穌升天之後先至係，甚至耶穌翻嚟之後先至係天國臨到，搞錯咗。天國喺邊度啊？大家都知㗎，喺邊度？天國喺我哋嘅心裏邊啊，係咪啊？我當然明白，最終能夠去剷除一切嘅罪惡，上帝審判整個大地，呢個日子未到。但係我想問，天國開始咗未？好關鍵、好基本、好重要嘅一個問題。弟兄姊妹，你不妨繼續去問問，天國開始咗未？唔能夠澄清呢件事嘅時間，我哋冇能夠明白乜嘢係登山寶訓。你同我又知道嘅，初信嘅時候接受耶穌進入我哋嘅心裏邊，跟住講乜嘢㗎？讓主管理我哋生命每一部分㗎嘛？定係還是我哋當佢冇到？我哋依然中意點樣生活就點樣生活咧？其實我哋明白㗎。嗱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讓我哋呢一刻結翻去登山寶訓嘅5章1至16節。5章1至2節呢度提到，耶穌看見這一群人就上了山，坐下後，門徒到他跟前來，他開口教導他們。弟兄姊妹，呢2節係非比尋常嘅重要，唔係單單一個敘事嘅描述。呢2節嘅經文，唯有我哋明白先能夠明白整個登山寶訓。
呢兩節嘅經文係講緊乜嘢？係有大光照耀佢哋，係上帝所應許，無論申命記，無論以賽亞書裏邊所應許嗰一位，佢坐喺度啦，應驗咗啦。呢個係勝過伯利恆嗰個嘅星光，呢一個係勝過摩西嗰一位。佢唔係偉人領袖而已啊，佢係至高嘅上帝，佢唔係代言啊，佢係宣告佢正係神，佢正係神嘅兒子。以賽亞書形容佢係咩啊？永在的父，佢成為肉身啊！呢兩節可以咁嘅，係石破天驚嘅，喺整個大地裏邊展現咗出嚟。當日未必有人認識，光照在黑暗裏。使徒約翰講咩啊？黑暗卻不接受光。摩西所預表嘅當日應驗咗。佢中間呢兩節係做乜嘢？佢要率領佢嘅選民啊！佢要帶領佢嘅選民活喺神嘅國裏邊啊！你們要悔改，因為天國近了。四位嘅門徒正正係咁樣嚟到跟從呢個大光，四位嘅門徒正正係咁樣進入整個登山寶訓裏邊。我想弟兄姊妹更加認識就係，其實呢個光係持續嘅照耀嘅。5章1至2節唔係單單當代某一刻。5章1至2節，信嘅人就要看見，順從嘅人、跟從嘅人就要看見。剛才我哋一班弟兄姊妹唔係咁樣頌讚嘅咩？你唔係深信神臨在喺我哋中間嗎？你唔係深信上帝要對你同我說話咩？講啲咩說話？整個登山寶訓可以咁講，係包括你同我嘅一生。點樣跟從住？唯有我哋更清楚理通整個登山寶訓。嗱，如果弟兄姊妹留意，剛才我哋讀第五章第一、第二節係咪？嗱，你又再翻去第七章28、29節。7章28、29節點樣講啊？請大家一齊讀好嘛？準備請。耶穌講完了這些話，眾人對他的教導都感到驚奇，因為他教導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，不像他們的文士。話俾我哋聽係咩啊？喂，如果聖經有些時候有啲嘅記載咧，就係咁樣咧，有上一句有下邊嗰句，中間冇晒嘅。意思係乜嘢？喂，弟兄姊妹，耶穌講啲咩咯？佢又唔講俾你同我聽喎。當代嘅人就知道啦。嗱，當咁你咁睇嘅時候，原來成個登山寶訓涵蓋喺第5章至到第7章。你唔好話你冇聽，我寫咗喺度俾你睇。你唔好話你睇唔到，正因為咁，弟兄姊妹啊，整個登山寶訓係一體嘅，唔好閉環嘅解經。喺整個登山寶訓裏邊，唔好單一節，唔好單一段嚟到去解釋。嗱，大家明白咗之後咧，我哋就進入呢16節嘅經文嘅裏邊咯。呢16節嘅經文咧，點樣嚟到去理解咧？呢16節經文可以分開3段，第3節至到第10節一段，11節至12節第2段，13節至到16節係一段。通常我哋去解呢，
呢段就唔關嗰段事㗎啦。唔單止咁，其實三段經文我會定位佢為一個咩？引言。引言嘅意思係乜嘢啊？就係所講呢段咧，係同整個下文係有密切嘅關係。如果你唔能夠認識下文，你就冇能夠認識呢個引言係咩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讓你同我能夠進入呢16節嘅經文嗰裏邊。唔單止咁，我哋睇呢段嘅經文，常常有個錯解嘅，就係好早嘅時間，我哋真道堂我已經問大家噶啦，聖經邊個係主角？應該好易明係嘛？梗係上帝咯。但係好多時候我哋睇聖經又唔係喎，慢慢睇下聖經嘅主角係邊個？自己喎。我話聖經吩咐我要做呢樣，我聖經吩咐我要做，我幾時有奢望你能夠做得到㗎？可以嗎，弟兄姊妹？係我撐住你，係我買贖你，係我帶領你，你先至能夠稍為做到我寄望你所做。我哋要明白邊一個係主角。其實喺整個登山寶訓裏邊咧，主角有兩方面。第一個係咩咧？就係主耶穌同埋佢所做嘅一切，呢個係第一個主角。同呢個分唔開嘅登山寶訓係乜嘢？就係整個神嘅律法同埋教導，兩者之間就好似一個硬幣嘅兩邊，分唔開嘅。可以嗎，弟兄姊妹？唔好拆開嚟。我哋試試睇到。我曾經同大家喺第3章嗰陣時候講，即係一班以色列民點樣走出僵化嘅框框，繼續咁樣去敬拜，哪怕喺上帝設定嘅會幕裏聖殿裏邊，哪怕有神嘅話語，彷彿屬靈嘅生命都喺僵化嘅裏邊。嗱，呢個就係馬太福音第3章。第4章係乜嘢？耶穌冒死嚟揾你，佢就要讓你睇到信仰唔係僵化㗎。點解？係因為有主嘅臨在，係因為有主嘅話語，係活嘅話語，唔係一個迂腐過氣嘅教導。呢兩者先能夠叫你同我屬靈嘅生命走出嗰種僵化嘅框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讓你同我進入呢一段嘅引言。剛才我提到，我哋睇登山寶訓呢個8福呢段經文，我常常會問：哎呀，我能唔能夠進入天國呢？係咪弟兄姊妹？有時候我哋睇嘅時候，無論係心靈貧窮或者虛心，我哋或者都謙虛嘅。不過行到1福咧，就行唔到後邊嗰啲噶啦。弟兄姊妹，我哋有些時候容易錯解呢一個為咗上天堂或者返天家。特別咧，去到7章21節嘅時候咧，佢話呢啲人咧係冇能夠進天國。我哋就有一種佢概念，有一種嘅理解，就係咩啊？係將來嘅事，最終嘅審判。但係弟兄姊妹啊，其實5章1節，主係已經如同君王一樣，開始喺大衛嘅寶座上治理佢嘅國度啦。個天國來了啦，天國來了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呢一段可以點樣睇呢？
我今日同大家睇呢一段1節至16節嘅經文咧，我用一個關係上嘅表達，4個字：陪我一起。我盼望你聽到主對你呼喚，陪我一起。藉著咁，你明白整段嘅經文，你可唔可以陪我一起？我冒死嚟到揾你，就係想你陪我一起。呢個就今日我嘅信息。整個8福嘅裏邊，我哋以為係講信徒嗰種嘅資格或者素質，我哋以為個天國單單講將來。剛才我同大家睇到啦，其實係由第2節開始，嗰個教導啊，去到第7章28、29節。嗰個講嘅意思係乜嘢？係整個登山寶訓嘅教導。唯有真正領受登山寶訓教導嘅人，先至會產生第3節至到第10節嗰個生命嘅表現。當我很認真去睇登山寶訓嘅時候，我發覺自己心靈貧窮，帶着愧疚羞辱，原來完全達唔到上帝嗰種嘅標準。我心裏邊帶着嗰份嘅哀慟，係體會自己嗰種嘅自欺同埋卑劣，甚至醜陋無恥，所以我哀慟。我謙和係因為面對登山寶訓嘅時間，我再唔能夠再自恃，唯有謙卑嘅去受教。點解飢渴慕義？因為靠着主嘅恩典，登山寶訓裏邊所教導嘅，成為可能。原來我可以做到㗎。原來靠住主，我可以做到嘅。而且我更加體會係我首先嘅蒙恩，我能夠生發同理心去憐憫人，心裏邊湧着嗰種嘅感恩，能夠戀慕主、倚靠主，所以我能夠成為清心嘅人，以致我跟從耶穌基督，帶領人同神復和，呢一個先至係締造和平嘅人，甚至甘願去作神嘅僕人，以致帶着無懼甚至虧損嘅心受逼迫都可以。弟兄姊妹，8福唔係憑空生出嚟嘅。8福唔係抽空咗，冇場景、冇教導生發呢個8福嘅，係結連緊整個登山部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？如果要體驗到8福咧，需要點啊？好好讀接住嘅經文咯，好好認識整個登山寶訓咯，你心裏邊咧就產生呢8福。但弟兄姊妹，第3節至到第10節，若然你哋同主立約，領受呢個登山寶訓，你能夠生發呢個生命嘅回響，或者所謂8福呢個特質嘅時間，
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嗎？當你肯咁做嘅時候，你擁抱呢個登山寶訓，其實你就係擁抱緊主耶穌。所以有冇留意八福之所以為福係乜嘢？上半節講咗嗰啲質素，下半節佢話天國是他們的，他們必得安慰，他們必承受地土，他們必得飽足。呢啲福氣係乜嘢？就係主自己啊！就係主自己啊！就係能夠睇上一個陪主一齊走呢條人生嘅道路所蒙受嘅福氣。上半節同下半節就好似銀幣嘅兩邊，既指向當下，亦都指向終極，到體上同埋圓滿。成段嘅經文，唯有領受律法嘅人先至唔係被壓制同埋捆綁，只有領受嘅人先至係尊崇呢位嘅君王，活喺神國嘅裏邊。主啊，係你嘅話，門徒到他跟前來，呢個大光，我願意跟從。嗰個唔係再係規條，嗰個係主自己。主用佢嘅教導嚟到光照我哋，叫我哋能夠活喺神嘅面前。主用佢嘅生命嚟到成全整個登山寶訓，以致你同我能夠歸屬於神嘅恩典。呢個係主擁抱我哋，佢係對所有回應嘅人願意擁抱。弟兄姊妹，你唔係喺福音書裏面睇到呢啲神蹟嘅咩？你的信救了你，你願意嚟到我跟前，無論你當下嘅境況係點樣，你願意領受我嘅教導，你願意尊我為你嘅主，我擁抱你。呢個就係八福。弟兄姊妹啊，唯有認識登山寶訓，你先至係認識主；唯有你遵行登山寶訓，你先至係跟從主。找緊啲時間同大家嚟到分享嘅時候，你可以睇翻今日我哋去嘅經文去到邊度㗎？3節至到16節係咪？你睇睇17節至19節你就明㗎啦。雖然17、19節我特別想下一次先同大家嚟到分享。當日司提反被逼迫，被人用石頭打死。喺佢臨殉道之前，佢睇到乜嘢？天開了。基督喺寶座嘅右邊站立，天國一直都喺度，唔係憑你嘅眼見，以為地上嘅罪惡肆虐逼迫難阻咗神嘅國，你搞錯啦！神嘅國喺5章1節。好清楚展現，呼喚從東、從西、從南、從北裏邊嘅人嚟到尊主為大，成為教會嘅元首，叫你同我能夠認識佢喺中間。如果天國單單只係終結嘅末日，
今日我哋會點樣嘅？我哋會蔑視主真實嘅臨在，因為天國都未到。你同我繼續生活啦，坐喺度等住耶穌啦。我哋亦都會輕看咗主權能嘅吩咐，冇能夠煥發我哋嘅信心去跟從主，即係壓根而帶着嗰份嘅期望。主啊，你快啲翻嚟啦！求神憐憫我哋今日嘅教會，光影嚟到，黑暗卻不接受光。經文我哋去第二段5章嘅11、12節。當經文呢度睇，叫一班門徒，哪怕面對迫害、各樣壞話毀謗，都要嚟到彷彿好似以前嘅先知一樣。睇呢段經文，唔知大家弟兄姊妹會唔會覺得好困難、好作難？弟兄姊妹，其實邊個係主角嘅？剛才八福我講嘅主角係邊個啊？係主佢自己，佢係君王。嗱，呢個先至係主角。然之後呢段嘅經文其實好得意嘅咧，就係由第1節至到16節呢一度最重要一個字嘅，大家估唔估到係邊個字啊？嗱，唔單係11、12節嘅，係由第1節至到第16節最重要嘅一個字係邊個字啊？一個字啫喎，好易舊啦，應該係咪啊？有邊個字重要得個字一個字啊？邊個字啊？我啊，我啊，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啊？你知唔知我係邊個？你當咗我係邊個？佢話人若因我辱罵你們，喂，呢一句說話想講乜嘢？如果你11、12節細心嚟到去分拆，你會睇到嘅。主耶穌喺中間，佢話我差派你哋嘅一班門徒，好似做先知一樣，係如同乜嘢？昔日耶和華差派先知，可以嗎？弟兄姊妹，整個登山寶訓，主耶穌將佢自己暗示揭示話俾你聽，佢等同於昔日喺西奈山裏邊吩咐摩西嗰一位耶和華。故此喺5章第1、第2節嘅裏邊，主耶穌唔需要40日嚟到同耶和華一齊。故此喺下文嘅裏邊不斷講緊誡命嘅時候，佢點樣去詮釋呢一個十誡啊？佢話只是我告訴你們，三段嘅經文嘅裏邊喺呢一度特別突顯。你有啲留意，唯有11節開始咧先至講你們嘅，第3節至到第10節佢講咩啊？他們噶，係第三身噶，唔係你以為眼前呢班人咋，係有另外一班人啊！神嘅話係要持續嘅嚟到傳開去，以至有更多從東、從西、從南、從北嚟到嘅人啊，係他們啊！佢哋會領受整個登山寶訓，佢會成為天國嘅子民。不過從你哋開始，你要如同當日耶和華差派摩西一樣，你要將我嘅吩咐同眾人嚟到去講。
點解要作出呢一個嘅吩咐？難道你唔記得主耶穌都受試探咩？我講嘅試探係乜嘢啊？唔係泛指所有嘅試探，雖然所有嘅試探都帶我哋偏離咗上帝嘅心意同埋話語，但係喺第4章裏邊嘅試探，3個試探都有一個嘅方向，就係咩啊？將主耶穌同神嘅選民分開，可唔可以啊？嗱，呢3個試探係一個試探嚟嘅。不過主耶穌話咩？我冒死都要擁抱佢哋。乜嘢係先知？我係神選民中間嘅一員，我哪怕遭遇迫害，我哪怕被人毀謗，我都要喺選民嘅中間，就如摩西，就如歷代嘅先知一樣。我班弟兄姊妹，今日魔鬼都試探我哋，你可以喺神嘅家置身事外。你可以安入去卸責嘅，你可以走一條捷徑嘅歪路，彷彿唔需要捨己，唔需要釘十字架，就以為得到呢個地上神應許俾你嘅榮華富貴，你搞錯。魔鬼今日都試探我哋，登山寶訓係咪過時咧？係咪時代都唔同啦？今日你同我身處整個嘅環境，人嗰種嘅權力、嗰種嘅自由、嗰種嘅民主，完全輕看緊神做主。完全輕看緊嗰啲嘅教導，乜真係咁咩？弟兄姊妹啊，冇錯，今日係邪惡。所多瑪俄摩拉邪唔邪惡啊？我又問一句，你夠唔夠膽？你夠唔夠膽活喺亞伯蘭嘅年代啦？我唔夠膽啊！冇法治㗎，係咪啊，弟兄姊妹？我唔夠膽啊！聖經裏邊點樣去描述啊？人心裏邊係充滿着邪惡啊、惡念啊！弟兄姊妹，讓你我唔好中咗魔鬼各樣嘅試探。今日主仍然滿有寬容忍耐，邀請我哋一齊去建立神嘅家。哪怕今日會有逼迫嘲諷我哋，好似昔日掃羅。弟兄姊妹啊，佢竟然相信咗耶穌，佢竟然成為叱咤整個教會嘅嗰一位保羅。弟兄姊妹，主今日都會用你同埋我。我當日嚟到真道家嘅裏邊，我已經話真道家好有實力，真道家亦都係好結聚，好肯彼此嘅嚟到去服侍。唔知你有冇嚟平安夜嗰個派對啊？我覺得叫派對都係啱噶啦，因為大家真係好開心嘅參與，好投入嘅嚟到擺上，好難得。不過弟兄姊妹，我更加想睇重嘅唔係嗎哪一般嘅食物，係更加重要係咩？神嘅話語。經文裏邊講，
喂，弟兄姊妹，你係先知嚟㗎，唔係我講嘅，我唔夠膽咁講，係聖經講嘅。你係神話語嘅代言人嚟㗎。你話我冇資格嘛？我其實都唔係好搞得清楚聖經，成日都有仲唔記得？你唔記得冇咁困難嘅。今日揭咗個章，你揭多兩版就係睇晒你面前㗎啦。其實喺晒你面前㗎啦，弟兄姊妹，並唔係話我冇恩賜，我唔認識。弟兄姊妹，你認識主嘅。不過關鍵點係你要重視辨識神嘅話語，呢個先係最關鍵。我哋搞個研有些時候最擔心係乜嘢？會唔會呢啲嘢容易滋生細菌係咪啊？搞到一班弟兄姊妹肚唔舒服，有事幹就唔好啦。咁點解唔睇重神嘅話語係更加重要？如果今日主將佢想愛嗰一位交喺你手中，叫你餵養佢，你會唔會喺個奶粉樽度加啲滴露啊？你會唔會輕看個水溫啊？你會唔會輕看佢要着幾多衫啊？係咪啊，弟兄姊妹？求神幫助我哋懂得真實去認識神嘅話語，懂得去辨識。因為撒旦係用乜嘢？佢都用神嘅話語嘅。唯有你同我更多去辨識，以致成為守望神家嘅人。第三方面，我想同大家睇第13節至到第16節。呢段嘅經文係常常我哋好容易講就話作鹽作光。我哋閉環嘅去解經咧就話我哋嘅好行為可以嗬。然之後咧俾邊個評價咧？我都唔知俾邊個評價。係未信嘅話啊，好行為喎。你覺得你嗰啲係好行為啊？真係？如果喺整個登山寶訓嚟去睇嘅時間，我哋好容易有錯解。嗱，和修本已經好啲噶啦。喺13節嘅裏邊咧，你們是咩鹽啊？地上嘅鹽。我哋好有時以往嗰個版本就講咩？世上嘅鹽。咁所以鹽係做乜嘢噶？防腐。好似霎時之間突然之間好聰明明白咗咁嘅。呢度講家庭咩？呢度講你面對緊黑暗咩？你真係以為你嘅光能夠阻窒抵消周遭嘅黑暗咩？會唔會係自吹自擂咧？到頭來只係未信嘅人俾個讚你咧？成個登山寶訓裏邊，邊個關心緊？邊一節係講緊未信人對你嘅評價㗎？你搵一節俾我睇，成個登山寶訓搞錯，我唔同意。你留意呢度邊個做緊品質管理㗎？第一句就已經講啦，你們是地上的鹽，鹽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鹹呢？它不再有用，只好被丟在外面，任人踐踏。邊有個做品質管理啊？主自己啊，啱唔啱啊？唔啱用啊，抌咗佢啦。嗱，係咁噶。你睇下後面嗰句，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燈台上。唔係嗰個光自己掟上個燈台噶。係邊個啊？係哪一位佢會去點燈，然之後佢會放喺佢設立嘅燈台上，可唔可以啊？
呢個就係顛倒主客啦。真正嗰位係主佢自己。顛倒咗嗰種嘅從屬，唔係我嘅崗位，唔係我嘅行為，叫人認識你會得到幫助咩？再深一啲認識就弊家伙噶咯，係咪弟兄姊妹？啊，原來你冇我心目中咁好嘅講，叫人認識邊個啊？認識主啊嘛，係咪啊？所以呢個鹽同埋呢個光有一個目的，有一個從屬嘅關係噶，唔係蘇自己嘅 Connie 啊！你搞錯啦，係佢啊，係佢啊！你帶人咩啊？係信耶穌嘛？係咪啊，弟兄姊妹？顛倒咗咁嘅指向，認識咗主，跟住點啊？嗱，呢個先至係繼續嘅重點啊，係咪啊？唔認識呢個好行為啊，呢個好基督徒，目的係乜嘢？好清晰嘅指向㗎。宣信博士有一首嘅詩歌好好嘅，好簡單4個字，勾勒咗整個一生，非我為主。Not I, but Christ。係佢，係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身處喺呢個世界，其實係跟從主做門徒啊。如果睇呢段嘅經文嘅裏邊咧，其實主係好似乜嘢？點解要鹽咧？其實呢段經文要明白嘅時候咧，需要去邊度咧？需要去利未記嘅，需要去睇利未記。鹽咧，邊個用啊？係祭司用嘅。祭司喺邊啲地方用啊？喺素祭嗰裏邊用，要抹上鹽，係獻俾神嘅咧，就將佢抹上鹽。以西結書裏邊都講咧，另外嗰啲哪怕燔祭都會抹上鹽嘅。不過係以西結書，弟兄姊妹，我哋跟從主。讓人認識呢一位，我哋跟從嗰一位。我哋嘅委身，我哋嘅捨己，係因為我哋睇到嗰個大光，係因為佢為我哋向上帝所作嘅。同樣，乜嘢係光？呢個光就喺會幕裏邊嘅光。主佢自己就係嗰個聖殿，以致祭司就要早晚都要讓個燈台點着。嗱，呢個都喺利未記24章嘅裏邊去表達。整個聖殿個光想要睇到咩啊？睇到祭牲，睇到祭司，仲要睇到聖殿。係俾人認識呢個聖殿，所以馬太福音12章嗱，你可以翻去睇睇12章，主耶穌點樣形容？佢話喺呢一度有一位比聖殿嘅更大，我就係聖殿，可以嗎？係認識呢個聖殿，所以主喺聖殿裏邊分配鹽喺素祭，主委派光喺燈台上分派呢個光。成段嘅經文裏邊焦點唔係人嘅善行，而係指向主嘅作為，佢先至係主角。所以有半節經文，我哋有些時候好輕忽嘅。佢講乜嘢啊？大家睇一睇喺14節。佢話你們是世上的光，跟住個半句咧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。乜嘢城？乜嘢山啊？錫安山上嘅大衛城。因為主耶穌當下正如
所應許大衛嘅子孫。我哋剛才所睇以賽亞書第9章，佢開展大衛嘅國度，佢建立緊神嘅國、神嘅家。弟兄姊妹啊，如果你有留意咧，其實3段經文，第一個係國，第二段咧係律法，第3段咧我就帶出係會幕。其實你知唔知道咧？整個5章1至16節係應驗咗出埃及記嘅。出埃及記我哋好容易記得就係10災。10災之後其實有好大段篇幅，我哋常常話咩啊？睇聖經出唔到埃及㗎，係咪啊？出埃及記喺完咗個10災之後做乜嘢咧？喺曠野，其實摩西喺度設立咗乜嘢啊？千夫長、百夫長嘅，有冇記得啊？佢要管理幾多人啊？60萬至200萬人，唔係幾千人、幾萬人啦，係60萬至200萬人。第一段就係選立千夫長、百夫長，甚至接續有70個長老。跟住第二段咧，去到第20章啦，19、20章啦，係乜嘢？頒布律法啊，係頒布律法啊。第3段咧，又係我哋唔係好中意睇嘅。講完一次又講一次，講乜嘢？你記唔記得？講會幕嗰種嘅構造同埋建立啊。弟兄姊妹，摩西管治佢嘅選民，頒布律法，建構整個會幕。整段第3節至到第16節經文話俾你聽，摩西所應許嗰位喺我哋中間，唔係單單舊約以色列民。佢呼喚從東、從西、從南、從北嘅人嚟，尊崇呢一位臨在嘅主。5章1至2節唔係單單發生喺當代，係不絕咁嘅發生，不絕咁嘅應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睇到耶穌基督已經開展咗天國嘅大門，叫人認識呢位嘅主，叫人藉住佢能夠朝拜天父。天國已經開始咗，唔好再蔑視基督，唔好蔑視佢嘅臨在。無論你同我喺人生任何時間、任何一個角落，哪怕你人生高低起跌，你走失，你喺迷惘當中，佢都彷彿對住一班醫治好嘅人同我哋講：你陪我一齊啊！你陪我一齊。哪怕你跌倒，你軟弱，你犯罪，你只係身體安好，仍然喺哀恨同埋疲憊當中，佢對你講：陪我一齊啊！你唔好以為你孤單乏力，好無助，甚至信仰係僵化嘅裏邊。你陪我一齊啊！我就係嚟帶領你，藉着登山寶訓我嘅教導，藉着我生命嚟到話俾你知，陪我一齊。唔好再因循嘅去過活，唔好再戀讚你過去裏邊所損失嘅，唔好再甘於蒙蔽。呢個大光已經照耀，呢位嘅主冒死嘅嚟到找你，
就係想講呢一句嘅說話，陪我一齊，陪我一齊，等我愛你，等我愛你。登山部分我有一個主題嘅約定愛你。昔日出埃及如是，今日都如是。我從未背棄過呢個約，陪我一齊。讓我哋聽到一位永活嘅君王對你對我嘅呼喚。我哋同心低頭嚟到祈禱。主要我哋唔懂得愛惜我哋自己，過往如是，故此我哋打滾喺罪惡同埋喺世界當中，頻頻撲撲、營營役役咁樣去過一日，去過一年，就有一條離開你嘅道路。但係主啊，我哋信咗你之後，我哋認識你自己，冒死嚟到要揾我哋，為我哋釘身十字架。但係我哋卻仍然都可以，好似睇唔到個光，好似冇能夠尊崇你嘅話語。將我哋自己都覺得好軟弱，我哋自己都覺得好多時間彷彿好蒙蔽，俾我哋嘅私慾，俾呢個世界，而甚至撒旦嗰種嘅欺哄，只有唯有你，唯有你能夠救拔我哋。天下人間，獨有你係永活嘅嗰位嘅君王。唯有你識透我哋嘅思緒，主係引導我哋，引導我哋嘅心，認識你嘅呼喚，聽從你，牽動我哋每一位內心裏邊嘅引導，讓我哋懂得歸向你。主啊，求你幫助，叫你自己嘅心意滿足，你嘅旨意成就喺我哋嘅身上。我哋同心將真道交嚟到教堂，願意你幫助我哋每一位，高舉榮耀你。垂聽我哋同心嘅祈禱，奉耶穌聖名祈求，阿門。